大家好，我係3年級嘅余康晴，來自嘉諾撒聖心學校。首先，我要介紹遊戲運作方式。呢個係我設計嘅遊戲。喺呢個佈滿白雪嘅村莊，聖誕老人同佢隻鹿仔終於嚟到派禮物啦。佢哋向天上不斷飛，佢要將禮物送到聖誕小屋。用 mouse click， 禮物就會跌落。但係禮物有時會向左向右。當禮物跌中聖誕小屋，小朋友就會收到禮物，有分㗎。限時1分鐘，遊戲結束。鹿仔從天而降，話你知你有幾多分。而家我要介紹遊戲設計。遊戲設計咗好多個角色，有鹿仔、聖誕老人、禮物等等。我首先令到鹿仔不斷左右飛行，旁邊加入聖誕老人同埋禮物。角色之間透過 broadcast message 控制程式碼操作，加入 timer 控制遊戲完結。此外，禮物跌下時加入了 random 數值，跌下來時有時會向左向右，增加趣味。希望你哋鍾意，多謝。